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贵宾。大家好，我是文酸。几啊月搁要来啊？咱旧年吼讲一个月几下个吼，有诶观众就甲咱反映讲吼，咱讲这真正是怪力乱神。咱今仔日吼就是要甲大家讲吼，这鬼神诶文化，伊其实是真有价值诶物件。其实伫台湾啊，这个鬼神啊、魔神啊，拢是咱在地文化，而且啊，这个鬼仔骨拢是咱人尊重因诶上灯，而且嘛会使讲是台湾人对生死感情诶一种投射诶上灯。不管是真诶还是假诶，这个故事拢是确实存在伫咱人诶心内。根据吼专家林美良伊诶讲法，魔神啊、扛鬼，伊就是分守伫无共诶系统内底。譬如讲吼，魔神啊，伊就是一寡山井水怪，A 啊会共创治。鬼吼，就嘛是分做一种，譬如讲吼，会当伫咱厝里甲拜诶迄种，咱就是拢甲叫做公妈。啊，譬如讲无人拜诶，伊就叫孤魂野鬼、好兄弟。啊，有诶吼，就算讲伊是鬼，到最后可能嘛是会互入庙、起庙来甲拜，这就叫做阴庙。其实这个概念啊，拢是送俾亡者、安慰生者。比如讲，咱伫农历7月的时阵啊，拢会办普渡。普渡啊，其实对象就是孤魂野鬼和好兄弟啊。鬼魂啊，就变做咱信仰当中的一种延伸。另外，伫民俗当中啊，嘛有关录音；伫丧礼仪式当中啊，嘛有看望。其实拢是类似的概念。鬼个神吼，伫咱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流动的概念。譬如讲吼，有当时啊，咱的讲鬼，伊是歹物啊，有当时啊吼，歹物啊，嘛会当变成神。譬如讲吼，台南有一个鬼号将军，伊本底是厉鬼，啊透过保生大帝引带，甲修做道地修炼变成神。台湾的鬼神文化啊，其实有真侪，而且嘛有真侪相关的传说。伊的价值啊，其实是真心拢存在伫咱人的心内，是无法度去甲挂掉的。而且，不管科技搁较安怎进步，这个信仰、这个文化，拢一直留伫咱的心内。这个时阵吼，有足侪人吼，拢会甲迷信藏伫个喙边，就讲吼，你做这代志吼，完全拢是一寡无法度理解啦，啊，毋知影是真诶还假啊，啊，但伫遐讲鬼啊，伫遐讲神啊，也毋过吼，有即款人吼，伊其实吼伫生活中有足侪习惯吼，是跟敬畏鬼神是有关系。譬如讲吼，你去饭店内底时，你是毋是拢会先甲弄门弄一下？今仔日歹势吼，甲你搅了一下，下骹甲门拍开，溜去内底。啊，佮有当时啊，长辈啊，伊拢会甲我讲吼，即摆7月时啊吼，你毋通去海边啊，因为讲吼会掠狗皮。啊，佮有譬如讲吼，7月时啊，暗时毋通定走出去外口。像阮兜，阮妈妈之前佮有讲过，7月时啊，你拜遐个好兄弟仔的四手啊，伊讲伊感觉真正因会来食呢，因为伊讲就是因拜过的物件，敢若较紧就会歹。真正有这种讲法，因为阮兜迄个时阵嘛是安尼，所以吼有当时啊，拜了的迄行李啊、饼啊、饮料啊，我拢会较紧吼，甲食食的。而且其实像阮兜啊，其实阮妈妈嘛会甲我讲，7月时啊的时阵，你拍衫毋通拍甲伤晚，就是爱赶紧甲衫收转来。啊，你敢有相关的经验？其实像我最近啊，我有一个室友，伊是化学系的，伊甲我讲，因为伊逐工拢爱入去伊的实验室，伊就讲伊的实验室内底有2个黑色甲白色的鬼。我有做一个朋友吼，其实伊讲看会到迄种鬼魂，伊讲吼看到鬼魂哦，大部分拢毋是人形的，拢是烟，像你头拄讲的，哪一个影，啊，毋过伊看下吼是用白色烟啊，像你看到的迄可能是白色烟佮黑色烟。毋过伊最近啊，就是有讲，伊敢若有对伊转来。哎呦，对，伫恁兜？无，因为阮住做所以你有请门大户，你有去你的厝内底？伊讲无伫咱内底，伊讲是伫门口看。对，今日分酸，你敢有伫诶？不要瞎掰好吗？就是伫门口看尔，而且伊顶一摆伊讲的时阵，伊就讲，毋过伊最近无对转来，伊是讲伊顶礼拜有对。哦，啊你毋讲你去拜拜？我迄当时还未去拜拜。哎呀，问题呀，紧去拜拜啊！毋过重点是，伊讲若是伊后摆看到的时阵，伊会开玄关的电火，结果伊顶礼拜是真正有开，所以我迄天就转去的时阵，我就想讲，今仔日玄关哪有开电火？嘿，啊，毋过我讲毋敢甲问。像我旧年的时阵吼，其实吼我嘛有讲到，我拄着一件足神奇的代志。我咧困的时阵嘛，突然间我就感觉我的边仔有一个光，我光了吼，我就看到我边仔有一个人头，迄个人头就是白白雾雾，啊，也毋过你看会清楚，伊就是一个人的面伫边仔咧甲你看。啊，伊敢有甲你讲，你生较少缘投诶。哎呦，毋通，毋管是鬼还是神，拢会感觉我缘投啦，这是免讲的啊。并没有。要毋讲吼，这个白白烟吼，伊就是伫遐看，转来吼，我就开始念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然后尾仔个光吼，就慢慢消失，就无去啊，我就继续困啊。咱像咱之前讲到有一个红衫小女童，伊捌改编做电影嘛，啊像头一集
阵啊，佫穿开酒，因为伊去你迄个网络的平台，就是溜去排行榜内底前10名，对这就是代表台湾的鬼神文化。虽然讲酒，伊是讲宗教。但毋过伊内底嘛是佛庙嘛，佛庙，所以伊这嘛是鬼神的一种。伊甲台湾鬼神的文化放送甲全世界，这是一个珍贵爱去保存落来的物件。就算讲今仔日你讲的这鬼故事，这是假，这嘛是鬼神文化其中一种。所以台语真认真啊，嘛会伫7月时阵讲2种无共性质的故事，互观众朋友会使更较了解鬼怪文化，更较侪面向。江源信伊有啦，对啦，遐铁器啦，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。第一年等，拜拜。